機械人終於準備取代人類啦！就喺早排喺北京舉辦咗全球首個人形機械人半程馬拉松比賽，但最令我驚訝嘅係唔係機械人跑馬拉松，而係機械人比我嘅朋友華安更加早跑到馬拉松，簡直係難以置信啊！ Oh my god！ 哇！講下笑啫，唔好嬲啊！講翻個機械人比賽啦，個比賽有20幾隊機械人隊伍參加。但你又唔好以為呢啲機械人真係好似我哋平時睇電影嘅機械人咁聰明，識得自己認路、自己行路咁。佢哋主要嘅控制方式分為兩種，第一種係機械人前邊會有個人負責發送信號，然後機械人就會跟住個信號前進。而第二種咧就係有個人喺後邊用遙控器控制機械人嘅移動同埋速度。所以嚴格上嚟講，其實你當佢係賽車比賽會好啲。機械人就係架車，控制員就係車手。然後仲會有工程師喺後邊跟住啦，有需要嘅時候就會幫機械人換電，甚至成部機械人換咗佢都得嘅。但當然啦，換電同換機械人都會有罰時嘅。了解完個比賽，跟住我哋一齊睇睇呢個比賽嘅精彩時刻啦。但睇之前提下大家，盡量唔好笑，笑嘅都唔好太大聲。如果唔係，第時呢啲機械人呢可能會翻嚟揾你報仇嘅。首先第一位參賽者呢個犀利啦，有啲人贏在起跑線，而佢就輸在起跑線，未出發先撲街。但佢撲嘅時候又啱啱好個頭越過咗起跑線，正宗係打完卡就收工，係史上第一個躺平嘅機械人。但機械人始終未夠成熟，而我哋人類做咗咁多年老闆，一路以嚟不停壓榨員工、扮病呢啲嘢，我哋一眼就睇得出啦。機械人一樣呃我哋唔到，所以好快佢就俾人叫翻醒，繼續開工。跟住下一個就犀利啦，真正贏在起跑線啊！個個機械人都係靠隻腳嚟行，你竟然揸架車出嚟，仲要擺4個風車出嚟轉埋運。睇真啲，呢部仲要係高達嚟嘅添，簡直喺物理同埋風水上全方位壓制其他對手。但可能由於高達並唔係咁容易駕馭。基本上一開波後邊個女仔咧就好似控制唔到佢咁樣，呢個女仔喺呢段關係入邊處於一個被動嘅狀態，俾另一半牽住走。佢嘗試喺呢段關係入邊力挽狂瀾，但最終都係留唔住高達嘅人，兩個人搞到遍體鱗傷。所以有時候學識放手都係件好事嚟嘅。跟住就到呢個公主病機械人，雖然呢個係一個馬拉松比賽，但公主完全唔受外界影響，堅持用自己優雅嘅步姿，悠哉悠哉咁進行比賽。成程仲有2個僕人喺身邊攙扶。好多網友睇完之後都表示啦，如果屋企冇老人家嘅話，可以買一部翻去，等你體驗下照顧老人家嘅樂趣。接住落嚟呢個機械人應該輸入咗職場求生手冊入去佢系統度。你見到佢喺起跑線度不停咁喐，但又完全冇進展，就好似大家平時翻工好似好忙，但冇嘢做咁樣，輕輕鬆鬆又放工。咁當然啦，唔係全部都係咁差嘅，有啲機械人表現都唔錯，行得十分穩定。而當中嘅天宮機械人更加以2小時40分24秒完成比賽。雖然呢個成績都係比正常人慢好多，但對比前邊出嚟搞笑嗰啲，能夠完成比賽已經係十分厲害。所以縱使我成條片都喺度笑啲機械人，但當我諗翻起當初 AI 啱啱可以生成影片，一開頭做出嚟嘅成品都係不堪入目嘅。仲記得嗰時有條片係 AI 生成 Will Smith 食意粉，但結果俾全部網民恥笑，連本尊都專登拍條片出嚟扮翻個 AI。但過咗幾年，依家嘅 AI 做出嚟嘅影片唔單止已經去到可以使用嘅程度，甚至有公司已經靠 AI 生成嘅影片嚟做廣告，亦都有人用 AI 生成啲色嘅影片擺喺 OnlyFans 賺到盆滿缽滿。當然唔止影片啦， AI 生成嘅圖片亦都已經可以幫我哋解決好多問題，仲有 AI 生成嘅音樂啦。我自己好多片嘅音樂都係 AI 生成出嚟，好聽之餘仲唔使驚版權嘅問題，所以我都相信終有一日機械人加埋 AI 係可以超越人類。所以喺呢度，請容許我喺度同啱啱我笑過嘅機械人講聲唔好意思，我都係做下效果嘅啫。第時你哋彈起咗要報仇嘅話呢，千祈唔好揾我。條片咧係阿傻鳩俾我嘅，佢叫我出片講嘅，有咩事你就揾佢啦嚇。最後都想問下大家，你哋依家有冇用緊啲咩 AI？又好唔好用呢？一齊留言交流下，因為依家 AI 咧就越嚟越多啦，同一種功能嘅都有10個8個，咁啊個個都要俾錢嘅。咁大家如果遇到啲好用嘅，不妨講聲啊，唔該你，拜拜。